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想分享嘅係，原來我哋每個人都係喺各自嘅平衡宇宙裏面嘅喎，係完全徹底唔同嘅平衡世界啊。巴夏講過，巴夏自稱係嚟自愛莎莎尼星嘅第五密度外星人。佢話我哋每個人都係有我哋自己各自獨立嘅平衡世界㗎，每個人都係平等嘅，都係獨一無二嘅，所以唔會有邊個係特別嘅。每一個人喺心靈感應嘅層面，無意識咁做咗集體意識嘅協議，可以喺我哋每一個個體創造自己實相嘅時候，體驗某種程度嘅相似性。例如兩個人喺一齊嘅時候，有一個人話嗰度有張凳喎，另一個就會話係啊，嗰度有一張凳啊。我哋彼此同意喺呢度有共同嘅實相。我哋由細個就被教導，如果你哋唔接受集體實相嘅話，你哋就會被排斥。而實際上，每個人都分別喺徹底唔同嘅實相裏面，係完全唔同嘅平衡宇宙實相。佢哋喺佢哋嘅實相裏面諗嘅嘢，同你依家諗嘅嘢係完全無關噶。雖然其他人係存在嘅，但係你唯一能夠感知佢哋嘅方式，就係喺你嘅實相裏面創造佢哋嘅版本。其實際上全部都係我哋自己，都係你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角度去體驗。喺佢哋嘅實相裏面，佢哋嘅觀點代表佢哋自己嘅實相，所以要理解我哋全部都係喺各自唔同嘅平衡實相裏面。我哋發出乜嘢嘅頻率震動，我哋就會得到啲乜嘢。關於今世嘅屋企人，好多人大部分最強連接嘅係你以前曾經好多次一直生活喺埋一齊㗎，係存在住某種意義同心靈能量嘅家庭群體。好多你今世覺得非常親近嘅人，係你已經喺好多好多其他人世裏面好熟悉㗎。你對佢哋盡責，但係唔需要為佢哋負責。佢哋選擇去成為點樣嘅人，呢個係佢哋嘅選擇權嚟㗎。你真正能夠去幫助佢哋最好嘅方法，係充分成為你自己，唔需要局限於你睇到嘅一切人事物。承認佢哋嘅任何選擇，改變你自己，成為佢哋嘅榜樣，去成為一個自由喜樂嘅存在。而當你遇到負面嘅人同埋事嘅時候，唔好互動。如果某一啲人嘅震動同你唔協調嘅話，唔需要同呢一啲人互動，咁做就已經好好啦。你會意識到你可能同佢哋嘅頻率唔相容，唔需要同佢哋互動。亦都唔需要覺得係逃避。我哋喺地球上成長，唔係排外原則，而係包容嘅原則啊。當你對黑暗覺知得越多，就意味住你散發嘅光就越多。而我哋要清楚知道，你冇真正睇到外在嘅別人啊，你睇到嘅所有一切都係嚟自內在嘅。每一樣人事物，永遠唔係嚟自外面嘅。當你覺得自己受到別人影響嘅時候，你實際上係被你自己影響緊啊！每個人都係佢自己嘅宇宙世界，係佢自己嘅造物主。咁我哋又應該點樣去看待別人呢？應該用中立嘅角度嚟觀察佢哋，認出佢哋各種負面性嘅行為，但係唔需要對佢哋起情緒反應，將一切事物當作係一次機會、一次挑戰、一個驚喜或者禮物，唔好將佢視為障礙、阻攔，或者覺得佢唔應該出現喺呢度。我哋要承認任何人嘅道路都係平等嘅、有效同合理嘅，無論佢哋選擇啲乜嘢，佢哋永遠都可以理解、接受同合理嘅，而且佢哋永遠都係安全同平安㗎。因為我哋都係永恆嘅存在。巴夏將平衡宇宙形容為平衡現實之輪，好似傳統錄影帶嘅菲林咁樣，
佢話我哋嘅意識切換會穿過呢一系列好似錄影帶菲林咁樣嘅影像格數，仲要係每一秒都喺億萬個唔同版本嘅地球、唔同嘅平行實相裏面不停咁穿梭，就係咁樣創造出我哋所講嘅時間、空間同改變，亦創造咗連貫性嘅體驗。我哋嘅感覺就好似一條平滑嘅唔間斷嘅時間線。佢話我哋創造咗我哋認為嘅人生道路，亦都創造咗物理現實嘅體驗。日本嘅作家村上春樹曾經喺美國接受訪問嘅時候提過平衡宇宙喎。佢話就好似閃電一樣，令我哋偶然可以睇到少少平衡宇宙裏面嘅事。腦細胞誤判呢一啲係我哋喺呢個世界曾經發生過嘅事。呢個可能就係既視感 déjà vu 嘅真正來源。而美國日裔物理學家加來道雄喺一個科學雜誌訪談裏面講過，既視感一般嘅解釋係指腦部處理錯誤咗，我哋嘅大腦認為某件事發生喺另一個同依家類似嘅狀況，誤判眼前發生嘅事好似以前發生過。不過佢認為既視感亦都有可能係兩個平行宇宙裏面嘅記憶交錯嘅結果。佢引用物理學家溫伯格嘅推理嚟說明。溫伯格舉例話，無線電信號到處都存在。我哋聽收音機嘅時候，房嘅空氣裏面充滿咗各式各樣電台嘅信號。佢嘅例子係 BBC 電台、古巴電台、莫斯科電台同好多好多熱門音樂嘅電台。我哋靠調頻就可以聽到 BBC 嘅廣播，但係有時唔知點解可以同時收聽兩個電台嘅廣播喎。佢認為呢個現象可以用嚟解釋腦細胞亦都可能唔知點解同時收到兩個世界嘅信號，造成既視感嘅結果。溫伯格嘅推論唔完全，亦都唔夠嚴格。不過佢係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嘅得主嚟㗎。而加來道雄就能夠深入淺出咁樣解釋物理理論同現象而聞名嘅，佢哋兩個都係知名嘅物理學家嚟㗎。而物理學家所講嘅平行宇宙唔係憑空而嚟嘅，根據量子力學，每一件事嘅未來發展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㗎，但係一旦發生之後，我哋就只能夠見到其中一個，其他嘅去咗邊呢？有物理學家認為，我哋只能夠見到其中一啲事件嘅原因，係每一個未來事件各自發生喺唔同嘅世界，即係平行宇宙裏面。所以喺我哋嘅世界裏面，只能夠見到某一啲嘅事件。事實上，現代科學亦都發現咗，人生活嘅地方只係宇宙裏面存在嘅一個時空，而且科學界仲承認有遙視嘅存在。而具有遙視功能嘅人所睇到嘅場景，通常同正在發生嘅場景喺時間順序上面係有啲唔同㗎，亦都同似曾相識不謀而合。咁樣亦都有可能似曾相識並唔係記憶，而係見到啊。déjà vu 形容嘅係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有好多人都曾經試過。有啲人話既視感係人嘅腦部對於短暫未來未發生嘅事情嘅預知，亦都有人話呢個係人對其他多重宇宙或者平行宇宙喺同一時間軸上面所發生嘅事情嘅認知。楊紫瓊有套電影叫做《奇異女俠挽救宇宙》，台灣叫《媽的多重宇宙》。電影裏面反覆透過多重宇宙同平行時空嘅概念嚟強調嗰啲微不足道或者睇落無關重要嘅事情，其實都有佢哋嘅影響力㗎。有好多人因為自我同社會嘅期待有好高嘅偏差，而被常態社會驅逐或者自我逃避。但係唔係每個人都喺遇到挫折之後就盲目咁走向黑色 bagel 嗰度。台灣叫貝果，喺電影裏面係用嚟比喻黑色能量或者黑洞㗎，而係經過無數次嘅衝擊之後，先至選擇逃避嚟保護自己。
其實每一個小小嘅選擇或者小小嘅改變，都會將我哋嘅人生帶去唔同嘅方向。巴夏亦都講過，每一個小小嘅改變都會穿越無限多個平行宇宙。你每時每刻都喺度改變緊宇宙。如果有多重宇宙嘅話，咁喺呢一個宇宙裏面，我又會係邊個呢？而宇宙跳躍，台灣譯做宇宙搖，係成部戲嘅靈魂精髓。只需要帶上一個形狀好似免提聽筒或者藍牙耳機嘅傳送器，同時滿足特定嘅條件，就能夠將佩戴者嘅意識傳送到另一個平行宇宙裏面嘅另一個自己，仲可以獲得另一個自己嘅技能、記憶同埋情感添。戲裏面嘅主角阿蓮利用宇宙跳躍，能夠連結另一個自己，去體驗唔同嘅人生，睇到唔同嘅選擇同埋唔同自己嘅版本。其實電影想傳達嘅信息係要我哋相信愛，除咗放過自己之外，要嘗試去睇到別人嘅優點，亦都要俾多啲愛屋企人，同埋要接受、信任屋企人。無論我哋做咗點樣嘅選擇或者改變，去成為咩版本嘅自己，都有各自嘅快樂同需要面對嘅課題。我哋需要做嘅係要知道自己係存在住無限嘅可能性同埋選擇嘅。我哋係可以去選擇成為一個我哋想要嘅自己㗎。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